乡亲啊，这个后礼拜5日节连4天的假期是防疫解封后第一届的年假。总统府推出着活动，邀请民众到凯道来庆祝5日节。农委会嘛邀请民众伫个5日节的正中昼心到凯道来徛西瓜。 出名音乐人陈明忠弹这首《幸福进行曲》，代表疫情较回了人民回归幸福的生活，为总统府第5日节年假办的活动伫宣传。我们的心灵健康非常重要，艺文活动就是扮演我们心灵鸡汤的一个角色。疾管署长周志豪亲身邀请迄一天的重量级的来宾，唔那伊尔。 防疫的五月天成员，陈市长张上顺、陈总监郑仁祥拢会到现场。总统跟副总统也会出席我们的开幕式，防疫国家队也一定要出席。5日节办活动，传统活动袂使欠推销农产品，卖使有创意。在端午节的正中午的时候呢，来到我们的凯道，我们希望来立西瓜。 疫情后头一摆大型活动，意义甲用过无共款。若想要度过特别的5日节的假期，民众都爱把握机会。